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嚟到三藩市31號 Mangles Avenue 94131 ，OK。睇下呢間準備上市嘅豪宅 ，OK。呢度咧4房4廁 ，OK。先睇睇樓上先。樓上上到嚟咧，呢度有2個房嘅。嗱，先入去主人房睇睇先。主人房向街，不過呢度咧好靜嘅。OK， 有衣櫃啦。OK， 嚟到個主人套房嘅廁所，有浴缸又有 shower。OK， 先睇睇第2間房，有內置嘅 closet。OK， 都好闊落㗎。黑廁，有個 standing shower 啦。樓上呢度咧有3個房，2個廁所。睇下間第3間房。第3間房 ，OK， 有個自己嘅露台仔。睇呢個廚房，開放式廚房，內置雪櫃，慳位又靚。OK， 要睇下呢一個啦，全間屋最靚呢一度。睇下呢個湯門，我打開晒俾大家睇，等大家可以欣賞下今日嘅風景同埋呢度嘅 view。今日天氣麻麻，有少少雨，不過都望到有個灣景嘅，有山有海。OK， 好，一齊落去睇埋個樓下飯廳。好，睇睇個車房先。車房呢度咧有新嘅熱水器 ，OK， 同埋有新嘅 heater， 電同埋水都係已經換好㗎啦，全新嘅。OK， 有個 security camera 系統，呢度係一個 storage， 樓梯底嘅 storage。呢度咧就係個洗衣房 ，OK， 疊起個洗衣乾衣機 ，OK， 慳位實用。咁啊，呢度又係一個 storage 啦。嚟到樓下嘅套房，開燈先。今日陰天啊，如果唔係平時採光幾好嘅。OK， 套房呢度都有個浴缸廁所。咁啊，呢邊咧都有個客廁嘅喎。OK， 咁呢度一個 family room。OK， 有個電嘅火爐，有個 wet bar， 有 wine cooler。OK， 招呼朋友啊啱晒啦。再嚟睇睇呢個 backyard， 夏天可以出嚟食個晚飯又得 ，barbecue 又得。OK， 呢間屋咧就差唔多上市㗎啦，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隨時可以打電話俾我。Thank you。